嘿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今個月3月嘅閃電促銷，咁就好簡單，第一係到3月3號開始到4月6號。點解到4月6號咧？因為有呢個促銷係每一個禮拜嚟到計算嘅。咁大家要注意，一個禮拜咧係星期一到星期日。如果你譬如你星期日生粒咗個人，星期一就跟住嗰日星期一生粒人當2個禮拜，OK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因為其實係佢去睇你每一個禮拜嗰個活動嗰個結果嚟到計算嘅，OK。咁就係咁基本上咧就係、如果你想一個禮拜內係簽咗3個新嘅會員嘅話咧。咁你就有額外嘅獎金。咁平時嗰個直銷獎應該係25%咧。如果你嗰一個禮拜星期一到星期日計算係有3個人嘅話咧，就40%。instead of 廿。如果你2個人咧就25%，3個人咧就3個人都係40%。OK。咁如果你4個人嘅話，都係40%，因為你3個人以上啊嘛嚇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簽咗一個人係星期日，跟住2個人喺跟住嗰日星期一嘅話咧，就2個禮拜都冇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嗰個促銷嗰個計算嘅期限。咁如果喺一個禮拜內喺簽6個以上嘅會員嘅話咧，就有45%，有9個嘅話咧就50%。咁大家要注意喎，你唔可以係侵埋會員或者顧客，一定要係3個新嘅會員或者3個新嘅顧客。如果你一個顧客2個會員又係唔計數嘅，OK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呢樣，OK。咁大家呢個活動基本上係希望咧，就大家用咗產品好咧，大家身邊都應該都有三五知己咧，係可以體驗我哋產品啊。尤其是大家而家都係好擔心病啊，或者係身體唔好啊，種種原因啊，係需要排毒啊，或者係想靚啲皮膚啊，咁係一個好好機會嚟到去鼓勵大家多多分享，同埋咧我哋時時都同大家講，我哋公司係有30日嘅100%嘅100%嘅叫退款嘅。如果你係唔滿意，覺得係用完之後冇用咧，公司係冇何問題係可以退款嘅。OK。咁就大家把握這個機會，呢個機會可以多多分享。咁同埋都可以解釋啦。如果各位譬如參加個會生一個新嘅會員，通常嚟講咧好多會員可能會 order 2支咧100蚊啦。同埋一定要係最低限係100蚊先去計，OK？唔可以話一支。如果嗰個新嘅會員加入係買一支100蚊，係唔計算嘅。咁係最低限係100蚊啦。但係如果蘋果會員咧覺得，我就中意嗰個一季嘅套餐係買6送1個套餐咧，因為嗰個一季嘅套餐咧，佢分3個月嚟到去計個分數嘅，所以呢個促銷就係計你3月裏邊第一個100蚊嗰個分數嚟到去計嗰個直推獎嘅。而第二、第三個月咧就係跟住我哋嗰個獎金計劃嗰個3次方獎金咁樣計法，所以就計上幾多嘅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咁基本上咧就係咁上下。但係Michelle 有冇補充冇冇，多謝。？OK。Karen 有冇問題嗯，哦，OK。？OK。咁大家如果睇到呢個 video 嘅話咧，記得揾你嘅上線了解多啲，多多分享。多謝各位。